教士李佳白，佢亦都反對武裝討袁。佢認為南北需要同心，中國而家需要嘅係和平，係穩定，而唔係再係進入一場嘅內戰。佢話喺呢個咁動亂嘅變亂嘅局勢下邊，中國人民係渴望強有力嘅自發、強有力嘅自由。換言之，中國需要嘅係一位權威嘅領導，一個強而有力嘅領導，先至可以能夠令到中國穩定，先至能夠讓中國發展。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係一場變亂，佢咁講，佢話以禍亂同專制去比較，佢情願選擇專制；以自由太過嘅騷動同專制造成嘅安靜去比較，寧取專制造成嘅安靜。好清楚，李佳白表示咗專制能夠帶嚟安靜，自由太過只會帶嚟動亂。佢相信中國人係擁抱安靜，所以袁世凱做一個咁強而有力嘅智人，佢絕對可以恢復中國嘅秩序。佢支持袁世凱。當然啦，後來袁世凱進一步表現佢嘅專權。1914年，佢解散國會，解散咗各地嘅自治會同省議會，似乎係一個民主嘅倒退。所以李佳白都忍唔住寫信俾袁世凱話：中國需要嘅真係希望你能夠恢復自治制同埋國會制，呢個係中國所必要嘅。一個君主立憲，亦都可以有國會，亦都需要有地方嘅自治。當然，李佳白事實上佢係完全支持袁世凱稱帝嘅。100多年前，中國係一個嘅好動盪嘅時局入邊，自古以來嘅帝制推翻，一個民主共和建立咗，但係又出現咗袁世凱呢個強人。我哋見到唔同嘅人，包括當時嘅傳教士都有唔同嘅睇法。有人支持孫中山，有人支持袁世凱，有人認為中國適合嘅係專制，專制可以帶嚟和平，可以帶嚟穩定。我哋都見到有好似徐謙咁樣嘅一位嘅人士，佢竟然將佢嘅信仰同袁世凱嘅死去扣上咗關係。當然喺今時今日，我哋同樣嘅面對喺一個好動盪嘅時代入邊，到底我哋所支持嘅，我哋所在乎嘅係一種乜嘢嘅價值呢？到底我哋所相信嘅呢個宇宙或者呢個世界嘅真理，冇錯，我哋唔一定可以好似徐謙咁樣可以親眼見到佢嘅祈禱嘅實現。可能我哋真係見到嘅係，我哋真係喺度問緊點解呢個世界嘅真力好似係退讓於世界嘅假力。一個時代入邊造就咗唔同嘅信仰，唔同嘅信仰牽涉咗大家唔同嘅選擇，大家唔同嘅委身，讓我哋藉住100年前呢段嘅歷史，那些年原來有傳教士係咁支持袁世凱。我哋再一次去反思，到底我哋今日我哋應該點樣去選擇我哋自己嘅嗰個嘅取態，我哋自己嘅嗰個立場。今集嘅時代觀景到呢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